班班有冷气这样的一个工程呢，包含3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电力系统的改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冷气的装置。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能源管理系统，简称 EMS， 来控管整个学校它的一个电力的使用。我们的整个电力系统的这个改善，在新设的部分，在去年底我们整个都已经完工。那冷气的装置呢，也在去年底呢整个装置完成。接下来我们包括这个 EMS 的装置呢，那么也在2月份呢这整个装置完成。所以包含冷气，还有呢 EMS， 它需要去做测试。那我们第1阶段的测试呢，也已经都完成。早期的粉笔，你看我们老师都一边擦黑板，一边要做这个动作，就是会有灰尘。我们将来吹冷气的时候，在一个密闭空间，它会浇出我们的粉笔灰的，伤害我们孩子的肺部的健康，还有老师的健康。那这种水溶性的水擦粉笔呢，它很特别的是，它要用抹布沾水去擦拭黑板，它擦完黑板还是湿的。但是粉笔可以马上继续写，而且它的显色度跟书写的流利性都非常的好，所以在将来冷气开放使用的时候，在密闭空间里面，老师在擦黑板的过程中都不会产生任何的粉尘。他写完之后呢，可以直接用沾水的那个板擦把它擦掉，然后再立刻写上去，而且我们在擦的时候完全是没有粉尘。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班班有冷气，院长的一个给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一个好的礼物，这点我们很开心啊。但是冷气不是说去买一台冷气在教室里装就好了，就如同我们要自来水，不是买一个自来水水龙头，墙壁一插就有自来水，中间有多少管线工程，中间有多少的配电工程，这中间尤其学校是一个大的团体哦，那我们家户去买冷气都要去重新把那110变成220了哈，那更何况是整个学校的一个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所以不管是电力管理系统或是配电，整个都要重新弄，绝对不是只是买冷气而已。现在的情形已经布建的差不多了哈，已经设置了差不多了。那现在正在处在测试的阶段，冷气测试能源管理系统 EMS 也在测试中哦。那目前初步测试的状况是还好。那还有一个配合班班有冷气的部分哈，我们是有水擦粉笔。什么叫水擦粉笔？以前的报纸以前的黑板擦一下都会有粉尘，好，那在密闭空间里面，冷气一开，那粉尘都跑不掉，对孩子的这个肺部不是很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擦粉笔，就是不会产生粉笔屑的这个黑板。那这样是配合班班有冷气，在冷气房里面用安全干净的这个粉笔跟黑板来保障老师跟同学的健康。另外是今届欢收看3月8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为了表达妇女伫社会各界重要贡献，其中为特伫妇女节之间，由各局处的女性首长陪同，宣誓提升妇女福利，发展女性的创业，加推动两性平权等目标。今日3月8号国际妇女节，台南市为了推动两性平权，特别伫爱国妇人馆举办公共政策论坛，并邀请女性以及主管加女性议员出席开幕式，都要展现女性新时代力量，嘛持续为妇女的权益来发声。3、2、1，插堂启动好，现在呢，我们请我们灯光已经亮了，我们请我们所有的长官，我们的贵宾看前面啦，看前面，看中间。其中为特除了亲临会场，以赠送台南在地和好和女性朋友，祝贺妇女节快乐以外，
参观用100张无同形态女性作为主题画作展览，借出献予每一位勇敢经历生命、努力承担甲坚持的女性朋友。市长表示，咱绝对毋是3月8号才来争取妇女的权益，包括定位计划、女性公务人员甲主管的成长，拢是努力目标。我们有女性的总统，过去有女性的副总统，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高阶的职位有女性来担任之外，其实我们在地方政府方面，女性的公务人员，在从2018到2022这段时间，其实有一些增长，从53.7%增长到54.1%，也都增加蛮多的。然后女性的主管，我们也有至少4%的增长，33%到37%，那这些其实都是看到了我们许多这个在公务人力体系也好，在这个女性的女力的这个爆发也好，其实我们都希望是有更多的女性工作者来为市民朋友服务。如何一步一步，让生活在台南的女性朋友感受一个对性别友善、尊重的城市，才需要持续努力。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3月8号国际妇女节，台南市议长郭信良上午嘛特别准备和好的盆栽送予议会女性员工，一方面慰劳大家工作的辛苦，另外为身兼家庭的职业妇女，祝福因家庭美满和谐。台南市议会员工职员的男女比例大约是1:2，目前男性有65位，女性112位。为了庆祝国际妇女节，议会大家长郭信良议长上午嘛特别准备130份的和好花的盆栽甲田芽，送予议会所有的妇女职员，为了因工作的辛苦。1年1度的38妇女节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也是所有全台湾尊重女性一个纪念很好的日子。那台南市议会也不例外。那我们今年特别的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以外，还准备了1棵的火鹤花，预祝所有全台湾及台南市和台南市议会的妇女呢，能够妇女节快乐，也用这棵的火鹤花祝福她每天、每年、每个日子都好好好好，大家拢总好。好，妇女节快乐！妇女节快乐！快乐！议长除了伊到各办公室亲自来递送，另外连议会记者室嘛同款，亲自一一递送给每一位女记者的盆栽加田芽。现场嘛甲宣布参选议员的资深记者姚振宇来碰面，议长嘛当场有祝伊高票当选。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中视媒体工作20外档的姚振宇准备参选后一届台南市北区甲中西区的议员。伫3月8号妇女节之天，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的这位议员嘛出面相挺，希望伊用媒体经验转化成监督市政的力量。3月8号妇女节，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推荐资深的女记者姚振宇来参选台南市北区甲中西区的议员选举。党团希望党中央应该重视女性参政的潮流，和优秀的女力伫个民调的初选会用来胜出。加欢迎登起来从事大众媒体报道，很有监督力量，很有 power。姚振宇小姐今天趁妇女节来宣布要参选台南市议会的议员了哈，欢庆为国民党团的先完，我们抱持很高兴、很喜悦的心情。因为后姚振宇，我想不是干一份战力，也战力我想用经过伊的专业来提供我各位议员参考，我想监督的力量会当愈来愈有力。长期间，姚姐的政治色彩。他只是想要去针对市府的一些不对的一些做法，做出他自己的一个看法。所以说，相信说长期间来，我们大家看到他的能力，看到他真的想要为人民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真的很开心，然后姚姐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那我们也相信说，只要加入我们国民党，就是我们的家人之一哈，我们一定会全力来相挺。参选人姚振宇表示，台南市议会一直欠缺媒体出身来担任议员。伊表示，对媒体记者转换身份，唯一无改变的就是监督的角色，总比甲大人物来好走，或者是某某人的子弟兵。如果当选以后，如何来监督？因此，将以职业的特性来提供选民一个新的选择。这一次之所以想要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提供我们选民一个不同的选择，不是说这个不同是比较好，就是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台南没有媒体界出身的民意代表，我觉得这是有一点可惜。那我自己从事记者，其实这个是不违背的，因为是记者，就是本来就是监督政府、监督公共事务，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我在这个年纪，然后很勇敢的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受到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目前政治环境是一党独大，对于我们的一个国家啊、市政啊、政府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失去制衡力量的感觉了哈。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在野的监督的政党，我觉得非常符合我的职业的特性，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帮大家做一些更好的监督。姚振宇坦承，因为国民党目前伫咧市长的协调、甲议员的初选规定，拢还未有时间表，嘛无办法。而且台南市13个选区，竟然有9个选区，国民党拢无女性的议员，因此建议伫咧妇女保障名额的选区，应该加提名女性来参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规定的大台南会展中心预计4月21号的机械展正式开幕。开幕进前，市府先发表户外2座经过2个月制作来大型钢雕公共艺术，同时邀请西班牙艺术创作者来说明伊理念，邀请民众有机会拢来翕相留念。由经济部补助20亿，甲台南市政府合作开发的大台南会展中心，预计4月21号正式启用。因为中央规定5000万以上的建筑拢需要设立公共艺术品，所以中心完成启用进前，市府先来发表2座户外大型钢雕作品。发表会中，市府嘛邀请来自西班牙艺术家努维亚。向大家说明用安平树屋甲大江海洋作为灵感的创作，同时伊嘛将自然延伸甲大江之门这2座艺术品的模型送予市长，传达大树向前生命，人类应该向大自然学习的精神。会后市长伫这位议员甲在地里长等一家人陪同，实际前往户外广场来感受这2座国际级的公共艺术。公共艺术是很别开生面的。那听到他的解说，包括安平树屋的元素，包括我们未来的孩子的人形象的元素，还有包括这个自然延伸的元素自然延伸的元素这样子的部分，还有包括海洋保育的珊瑚的元素，这些都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公共建筑增添了很多鲜活的生命力，也让自然跟人文这个艺术跟科技做了一个最好的诠释。非常感谢诺维亚先生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诠释，正好在沙仑这个地方，高铁站又是绿能科技城，又是具有人文的台南，把这几个元素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其实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诠释。也谢谢诺维亚先生，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还有搭乘高铁南来北往的朋友们，有空多来会展中心走走逛逛看看。根据创作者表示，作品表面是自然产生的生鲜，无同的时间，随着无同角度的光影，嘛有咖啡色，或是橘红色等色彩变化，相当的特别。干部局表示，这2座国际级的户外公共艺术，嘛代表台南努力迈向国际城市的里程碑。台南新闻顾文吉、何强邦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台南新艺奖今年已经迈入第10档，除了对400件精简作品当中选出10位得主的作品，还邀请历届得奖的艺术创作者，分别伫全市10个艺廊同步展出，邀请民众来一撮台南艺术小旅行。为了栽培艺术新人，找出后一个艺术名星，台南市举办新艺奖来推广，一般就是10档。为了庆祝10档有成，今年特别以树内秘密作为主题，规划10位得主的作品，并邀请历届得奖的艺术家，分别伫台南市10位艺廊同步展开。那新艺奖一直是给年轻艺术家表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平台。那这10年来参与新艺奖的艺术家总共有将近2500位，那得奖的大概有130位。那这些得奖的艺术家其实透过新艺奖让很多的业界能够看见他们。那其实我们10年来这样子的一个调查，也发现这些艺术家其实在国内外都有更好的一个发展。那今年是第10届的新艺奖，所以我们也把这10年来所努力的重新去做了一些检视。为了见证受台南新艺奖肯定所诞生的艺术新人因的成长，以及同步要开展的台南艺术博览会，其中为特8号亲自出席记者会来宣传，邀请民众来一撮台南艺术的小旅行。我们从新艺奖方面看到了许多年轻的艺术工作者一直投入，这里是让人家非常感谢而且感动的，因为在现今很现实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比较从事在现实角度上比较容易获利的工作，在艺术工作的人从事艺术工作人需要长期忍受寂寞忍受孤独，忍受这个社会上许多的包括家人的压力，因此我们特别谢谢新艺奖能够一直鼓励年轻人，我们也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跟预算来让新艺奖的年轻艺术工作者得到鼓励。那今年的这个许多作品又比往年更多那我们很感谢文化局，感谢许多对于艺术工作投入的前辈。过去10档台南艺术的发展，透过新艺奖的规划，甲台南在地艺廊以及艺术空间的陆续成立，拢密切相关。规划展览的教授林平的强调，正是艺术家甲多样化艺廊之间所产生特别的力量。这样子的一种多样性的画廊体系呢，它有一点点在回应我讲的1/3000的森林的这本书里面的那个女性的生态学家，她特别提了一个女性的诗人，大家都认识的 Virginia Woolf， 她有一本最有名的书，就是自己的房间。她的那个自己的房间里面说的，就是说女性一定要有经济的支撑力，她才能够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成长。所以我想，经济力其实是我们在画廊生态里面非常重要，产业力本身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10个画廊就扮演了10个自己的房间，而这10个自己的房间呢，每一间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力量，以至于呢，它可以帮助艺术家进一步的去发展。第10届展览3月10号开始到4月10号为止，做回来感受台南市艺术生态成长。台南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为了宜兰总会乡的莲池精舍，未来主要是祭拜观世音菩萨。为了今年中旬要搬到新的道场，所以特别动员200多名信众前往新营太子宫上香，祈求国泰民安。俄国甲乌克兰战争早一天结束。为伫咧宜兰县莲池精舍，因为香火鼎盛，信徒是年年增加，决定要伫咧年中迁移新的道场。所以这次精舍就特别来到新营太子宫，请示中坛万岁，要来迎回金车、木车、路车3尊太子爷，做伙登去到宜兰莲池精舍。最近有那个世界上有一些不是很平静，还有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战乱，
那大家也很担心我们台湾是不是也会陷入这样的状况。那大家也都很担心世界上的祥和跟世界的和平。所以这一次举办的这个进香这个活动，是来新营太子宫来恭迎我们新营太子宫的3位太子到我们宜兰离那个莲池金色来供奉。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太子的照护，能够得到世界祥和、世界和平。为了慎重，金社嘛出动顶头甲神轿，留咧迎接3尊太子爷，登去道场安坐。艺人王中煌嘛特别前来参加，新娘太子宫主委许清标也亲自迎接，做伙祈求地方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莲池金色咱这个致辞也是老师，佮遮济咱中大元帅的信徒，我代表阮太子宫伫遮深深甲大家讲一句感恩，谢谢，欢迎大家。中坛元帅给林老师的一个指令就是说，希望能够借由我们神明的力量，然后教导大家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因为现在俄乌之间战火真的是烽火连天，造成了很多老百姓他们的这个身家性命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且我们有看到很多人死伤。再加上一些难民逼迫没有办法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其他的国家去避难。那希望这个世界能够越来越好，大家能够和平相处，不要打来打去的。莲池金社每天有3时段举办线顶共修，将修法功德用网络的方式传到全世界，祈求幸福、世界和平。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抗生素是20世纪上届伟大发明之一，会当降低被细菌感染死亡的机会。不过，新台病院感染科医生表示，因为细菌嘛是有生命有家己的生存机制，所以如果抗生素无好好利用，容易产生抗药性，甚至变成无抗生素通好治疗的超级细菌。新台病院感染科医师罗景龙表示。人的体内甲外表拢有真侪细菌，也就是俗称的共生菌。如果抗生素使用时机唔对，颠倒会造成人体来破病。因为抗生素嘛影响着共生菌，当共生菌减少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互歹的细菌来大量生长。而且抗生素不当的使用，嘛会互细菌产生抗药性。通常我们在讲所谓的就是不合适抗生素使用，其实就是当这个人他其实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但是使用抗生素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反而会让抗生素去影响到我们肠胃道，因为其实我们身上很多细菌，就除了就是肠子之外，我们表皮都很多细菌。当我们无缘无故使用抗生素，会让这些细菌受到影响，然后他们其实就后续就是因为他们有点像是被霸凌，然后他们就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的状况。那当抗药性产生的时候，其实这个抗药性细菌影响感染到我们身体，其实就会造成后续就是像是会增加死亡率，会增加住院天数，甚至说会增加医疗花费这些状况。医师以感冒为例，其实感冒大部分拢是病毒的感染，抗生素只针对细菌的感染来治疗。为了避免细菌产生抗药性，医师嘛提醒民众，莫主动要求抗生素，莫随便买，莫食别人的抗生素，甲莫随便听药啊，以及遵守医师来使用抗生素。遵守这4不一要的原则。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8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